夫婦託孤，堅守日本。12年前由廣州到東京留學，最後成為日本人太太嘅麥麗芬，硬唔捨得，尋日喺機場都要同個仔道別啦。海嘯、地震、核輻射夾擊下，麗芬擔心家人安全，多次同丈夫商量一齊撤離東京，但丈夫無法離棄日本嘅家人同事業，堅決留守。麗芬自己最後都決定共同進退，但佢唔想得歲半嘅仔受到傷害，於是託翻香港嘅教會朋友將個仔帶翻廣州俾媽媽照顧。丈夫冇去送機，臨行前將張相交俾麗芬，希望教會朋友可以拎埋去廣州。佢怕個仔第日會唔記得佢個樣，更加唔知道嘅係幾時先可以重聚。其實都好複雜嘅心情，因為佢雖然即係唔捨得個仔，咁但係咧，即係見到個仔能夠走咗咧，佢又覺得即係安心咗好多。選擇留低嘅仲有佢係香港人，喺福島開餐館嘅，話會留守到最後一步。而一大批中國僑民就選擇離開，不過變咗大鬧成田機場啊！呢段中央台嘅片梗係睇唔到啦，但我哋嘅記者就睇得一清二楚啦。任何國家嘅旅客咧，佢去到呢個機場咧都會排晒隊㗎嘛，咁然之後輪候啊，譬如係 check in 啊咁樣。其實咧，中國領事館嗰邊可能咧處理得唔係太好啦，超過18人咧塞住喺嗰個機場嘅大堂裏面咧，咁啲通道啊，啲人咧來往就好唔方便，個機位有限㗎嘛，所以咧佢輪唔到佢自己有機位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呢個大使館咧係即係安排不周咁樣，咁啊即係嗰啲態度啊，即係講嘢啊，大聲啊嗰啲咁樣，即係同呢度啲日本人嗰個守法精神咧，即係都幾大出入。內地當局諗緊安排包機接僑民回國，香港人都可以坐呢啲包機離開。